诗篇100篇4到5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到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再次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到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哈利路亚！今天你赞美神了吗？让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上主啊，愿你显出你的力量，我们要赞美歌颂你的大能。我要向同胞宣扬你的作为，我要在他们的聚会中歌颂你。敬畏上主的人啊，你们要歌颂他；雅各的后代啊，要荣耀他；以色列的人民啊，要敬畏他。他不忽视穷苦的人，不忘记他们的苦难。他不但不抛弃他们，反而垂听他们的呼求。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赞美神了吗？那你们今天又经历到了怎样的上帝呢？让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上帝一起来进行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的圣名。主啊，因为你在创世之前，主啊，你就先拣选了我们。主啊，你爱我们，我们更要赞美你。不论遇到任何的事情，主啊，我们要持续的开口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主，主啊，因为你的大能，主啊，我们更要持续的赞美你。主啊，不论在何处，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我们也要开口来祷告，开口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我是蒙福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我有气息要欢呼，不停赞美来跳舞，不
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唱，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当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高有救庇。我们再宣告一次。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当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高有救庇永留在这地。好，我们一起来拍手。让我们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是的，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你能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你的大能永远不会改变。让我们一起来唱。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那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一起说，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再次，上帝能够，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来敬拜、来称谢这位主。谢谢主，因为你是使无变有，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是时时复活的主。谢谢主，让我们要一起来经历你那复活的大能。我们要称谢你，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别的拯救，除了你之外。谢谢主，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称颂他，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主哦。所以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宣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宣告说：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着恩典和真理。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生主的。约翰为他作证，呼喊说：关于他，我曾经说过，他在我以后，却比我伟大，因为我出生以前，他已经存在。从他的丰盛里，我们领受了恩典，而且恩上加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赞美他称颂他哦，称颂他什么？他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要来称颂他，来赞美他，感谢他，因为他赐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恩，好不好？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因为他降世成为人，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们一起来称颂，来感谢他的恩典。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称颂你的救恩，称颂你的供应，称颂你的所赐的平安。我们要将一切的感恩献上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怜悯来到世上，卑微降世成为人，为了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从黑暗的权势当中脱离。你所赐的圣灵也带领我们能够经历到在主耶稣里面的自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将一切的称赞都归给你。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用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原本我们是不配的，不配得着这个救恩的，但是因为你道成肉身，降卑成为人，来到我们当中。为了就是为我们开一条永活的道路，是又新又活的道路。主，谢谢你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之外，我们要称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在缺乏当中得着供应，在绝望当中看见希望，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你牵引着我们来走在你恩典之路。主，我们要感谢，我们要称赞你的圣名，因为你看见我们的需要，你怜悯我们的病痛，你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回转归向你。借着祷告祈求认罪悔改，你就为我们预备这条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若不是因为你的救恩，我们没有办法从别处找到这样的拯救。我们要称谢你，是因为你看见我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所以你就怜悯的心来怜悯我们。今天我们领受这样的救恩，我们也要一起来呼吁更多人来称谢你，来将这样的救恩分享，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主，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们，你为我们流了宝血，为我们承受了刑罚，你的恩典如海。让我们一起用这种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
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是的，主，不论生命或死亡，主啊，我们都不能与你的爱隔绝。你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宣告，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何等强阔，是的，主，何等长阔，何等高深，是的，主，你何等高深，天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不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我们再唱一次，何等高深，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再一次，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谢谢主，你爱我们。谢谢主，你用你十字架上钉痕的手来表达你爱我们，你永不放弃我们，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们。不论是生或死，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谢谢主，在这世上每一天的生活，不管白天或黑夜，主，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没有你，因为主啊，我们若是没有你，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因为这世界是要我们离开你，这世界是要我们背叛你，这世界是要我们离你而去。不要称你为王，不要称你为父，不要相信你的爱。这世上的人告诉我们，你的神要离弃你，
因为你不够圣洁，因为你得罪他，因为你的呼求太小声，因为你不重要。主啊，主啊，这些都是谎言。主，我们奉主你的名，主啊，这些谎言要离开我们的当中。主啊，特别是我们的心里的内心最深处的那种誓约、自我的这种信念。主啊，我们恳求你，你的爱充满我们，特别是主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圣灵的像潮流、像潮水一样冲刷掉那个我们生命中那个不合神心意的那种自我的信念，错的，那是谎言。主，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以及主每一首的敬拜，让我们都再一次被你带到你的面前。十字架上钉痕的手，有恩典的记号。谢谢你如此深爱着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在22篇1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之前，好不好？我们先想象一下，在这一篇诗篇1到5节，你会不会觉得在哪里、什么人他有说过这句话呢？如果我们想到，我们就把它放在心上。现在此时此刻，他跟我们一起读这个话，我们一起来读经。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哀嚎求助，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的上帝啊，我白天呼号，你不回答；我夜间哀求，也得不到安息。但是你被尊为圣者，是以色列颂赞的对象。我们的祖先信靠你，他们信靠你，便拯救他们。他们向你哀求，就逃脱了危难。他们信靠你，不至于失望。这是现代中文译本，英年牧师再来读和合本。我们再来思考第1节：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们觉得很熟吗？正是这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最后为我们受难的时候，他也讲了这句话。就是这个诗篇，有人说这是诗人快死了，痛苦到快死了，只剩一口气。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说这句话是哀怨吗？说这句话是无奈吗？说这句话是呼求吗？还是说这句话是要应验上帝的话？因为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其实是应验在旧约已经说过，弥赛亚要为拯救世人，他必须说这句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跟你我一样，今天很多的人不管身体、心理、灵魂，都感受到要死了啦，剩一口气了啦。这位耶稣替我们上十字架，没有白白的，他要为你我，他为你我上十字架，而且是第3天复活，以致我们今天可以奉主的名，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来认我们的罪，恳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们常常在那痛苦中快要死、快要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是埋怨，我们是哀怨，我们是恳求
还是我们像耶稣一样？主啊，你的话语我要再说一次，因为你的话语每一句话都带来力量，都是应验在我们身上的，好不好？在我们的痛苦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应允我们呼求时，他听见我们的祷告，因为他在宝座上听我们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我们恳求圣灵光照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盲点，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其实得罪了神，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自己自私自利自义自以为是，然后还用一只手指头指着别人，4只其实指自己，我们都不知道，还气高之扬，还以为不是这样，那怎么样呢？恳求圣洁的主光照我们，好不好？我们用一点时间到神的面前，恳求神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知罪回转。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亲爱的圣灵，主，我们恳求你光照我们。是的，主啊，我们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但我们却以为我们知道。主啊，主啊，是的，主，有太多主我们不知道，但主你知道。主啊，有太多的时候，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只是虫啊，我们不是人，我们被众人屈辱，被百姓藐视，被人嗤笑，人家摇头看着我们。主啊，我们却不知道要来依靠你，我们却不知道要将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主啊，你必要来搭救我们。主啊，只要我们先回转归向你，只要我们先来依靠你，主，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转离我们的恶。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心中的那个痛，其实主你光照我们，那个痛可能不是别人伤害我们，主啊，那个苦毒可能不是别人害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拿刀刺我们自己，我们都不知道。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就这个时候，主啊，恳求你光照，使我们里面被主你的光照以后，黑暗不在。主，谢谢你，圣灵从宝座上涌流出来，那江河的水洗刷掉我们生命中的那不属神的污秽。因为主，你应许我们到你的面前认我们的罪，主，你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要除去我们的义。谢谢你，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我们从死里要再次复活。主啊，我们从那没盼望当中，我们要再次因着你的力量，主啊，使我们能够得胜。主，我们要在大会中来赞美你的话，因为主啊，你的话是大有功效。主，我们要来敬畏你，因为主啊，你是这一位主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主，我们谢谢你应许我们的话说，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我们必要起来赞美你。主啊，愿我们的心，主，愿我们的心向着你敞开，愿我们的心向着你敞开，永远活着。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为了我们的肢体的身心灵来祷告。今天有一位会友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有一些的忧郁啊，不过最近看医生有比较好，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感谢主哦，就带领他祷告，然后提醒他。主的话语可以让你的心能够被释放，主的话语是要能够帮助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要得着他的医治。所以上帝的话语是带有权柄，带有引导，带有亮光，带有医治。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使无变有。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上帝的话语，我就跟这位会友讲说，你听上帝的话，读迦南之声，听迦南之声，或者是
放一首诗歌就敬拜赞美。真理要使我们得着自由，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续遵守我的教导，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你们会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感谢主，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什么是真理？耶稣是真理，他所说的话是真理，所以他的话语里面啊，我们去宣告，有时候会提醒我们说：我的心啊，你为何怎样忧闷啊？哦，我的心啊，所以透过上帝的话也在对我们的心来说话。然后呢，你为什么忧闷呢？岂不是上帝用什么笑脸在怎么帮助我们吗？他的话语里面带有安慰，他的话语里面带有亮光在指引我们，他的话语亮光啊，这话语里面可以带来医治哦。所以弟兄姐妹，要邀请大家在你做宣告的时候，或者是将你的心事告诉这位神，让他知道你需要他的医治。我们恳求主圣灵的大能充满，特别在教会节期，现在这一个礼拜在庆祝什么？圣灵降临节，这岂不是耶稣应许我们的吗？也都能够成就了，应验了。我们看到他所赐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认耶稣是主，是因为什么？有圣灵的感动。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怎样可以称耶稣是主。所以当我们称耶稣是主，邀请他在我们生命主权当中来掌权的时候，他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进入到他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要领受圣灵所带来的医治的大能。我们要真的听完之后可能一时的感动，哇，我们要彼此相爱，来彼此相听。但是可能过了一阵子，过了1天2天，我们就忘了，变彼此相拼。相听跟相拼就是2个极端。我们可不可以从圣灵里面来得着主丰盛的供应？可能当你在缺乏的时候，身心灵很缺乏的时候，我们恳求主圣灵来释放那自由的灵在我们当中。神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到自由。好不好？邀请大家一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一起开口来经历到神的医治、神的供应、神的赐福、神的释放、神的自由在我们当中。但作为撒卡白基的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大能，进入到你奇妙的作为。谢谢主，让我们靠着你所给我们的大能，经历到那使无变有的，释放我们得着自由。主啊，在缺乏当中得着供应，在迷路的当中有你的亮光指引我们。主，谢谢你，在我们彼此有嫌隙的时候，没有办法互相接纳的时候，你来就是先接纳我们，与我们和好。主，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为我们预备身心灵所需用的，在工作上，在缺乏当中，神你自己就预备了。主啊，在我们所做的，在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赐给我们智慧。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鉴察人的心。主啊，你看见我们内心的苦情，主你看见我们内心的需要，主啊，你也深知我们内心的软弱。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在今天的晚上，主为我们当中，特别是成为照顾者的人来祷告，成为那牧养人的人来祷告，成为那个愿意为主的缘故来服侍人的人来祷告。主要在这个世代当中，主啊，很多的时候环境会对我们说话，主啊，但我们不要忘了，你也正在对我们说话。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主，你信任我们，你把传福音的任务托付给我们。
只要我们的话语当中，主啊，让我们是回应那查验我们内心的上帝。主啊，愿主你来扶持，特别在我们当中身心灵面对挑战，在那挣扎里面，主，我们需要你的能力，我们需要从你来的力量，如同今天迦南之声所说的，主啊，我们是因着主啊你的信实，我们能够有力量，我们是因着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改变，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主啊，因为你透过一代又一代的见证者，见证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是真的，是实在的，是被期待的，是有盼望的，是有意向的。主啊，因为你赏赐永恒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即使肉体软弱，即使我们照顾人照顾到自己觉得疲乏，觉得耗尽，觉得没有方法，觉得没有盼望，主啊，你仍然透过在这里的祷告，今天你要对许多人的生命说话。主啊，你看见这些人所做的工，主，你看见这些人愿意的心，主，你看见他们服侍的手。主啊，愿主你来坚固，主，愿你来扶持，主，愿你的圣灵此时此刻向他们来说话。主啊，愿你的话是大有功效，主，你的话是带来辨识，主，你的话是叫人的生命苏醒起来，主啊，是叫人在那疲乏软弱当中能够重新得力，因为主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你的话语让我们活了起来。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不论是身心软弱的，或是正在照顾这些身心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是站立在你的应许当中，奉主的名来祷告，愿你的话成就在信靠你的人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生活在台湾。礼拜天牧师有分享说，全球这个幸福指数这样的一个排名哦，我们台湾在今年去年是第几名还记得吗？26今年呢27退步1名，但是在全球大概149至150个国家，我们是在前面哦。当然有好多这一些的因素，有自由然后呢环境物质等等这一些。最重要，芬兰第1名是因为说他们的生活是蛮平衡。所以我们要来看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让我们的执政掌权者知道什么，知道怎么敬畏这位神是最重要的。因为不是依靠车，不是依靠马，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先宣读上帝的话语，说：上主啊，君王因你所赐的力量欢喜，他因你所赐的胜利快乐。你成全了他的心愿，你答应了他的祈求，你是给他无穷的幸福，把金冠冕加在他头上。君王信靠上主，因至高者的慈爱，他的王权永固。所以这段的经文在提醒我们，君王靠的是什么？不是靠武力是靠着这位给他权柄、给他能力的这位上主。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自己的王国里面一样。你自己的工作上或者是公司上，可能就是好像你自己的国度一样。我们怎么样靠着主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来承受或者是领受这样胜利的快乐？所以我们所等待的是什么？是美国，是这些强权的国家来协助我们吗？人会让我们失望，只有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特别为了美中台3方的政治困境来祷告。
我们恳求主，特别是为了我们国家人民的安全。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有俄罗斯的战争持续不断，我们知道唯有神掌权，才能够有平安和平。我们也看到整个物价的高涨，我们民生用品的短缺，都带来我们生活的不便。所以，如果我们为了在上掌权者，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神就说让我们平安度日。特别为了我们执政的这个陈建仁弟兄他能够带领内阁团队在各部会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特别是我们真的是每到3、4月就有妈祖的绕境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让我们的百姓的灵魂苏醒，能够来信靠他，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神必垂听。我们也恳求神降下恩雨感谢主让这个台风那本来这个气象报告说有可能接触我们陆地，但是感谢神，他知道我们的缺乏，我们承受不起一切的灾难，把雨水带来，但是它的威力能够减轻，能够转向。感谢主，特别我们为了我们国家来祷告，来守望。我邀请大家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守望守护我们所生长的地方。愿全能的神与我们同在，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神赐福在我们当中，赐起来掌权。主啊，我们奉你名赐给我们同心合意，不管是执政掌权的，或是在野的，我们都可以一起同心合意来向你祈求，祈求你的平安，祈求你的保守，祈求你的带领，祈求你的供应，祈求你护卫着我们，不受强权来抢夺，来掳掠我们。主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的内阁团队，从总统一直到这些内阁的团队，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是因着神的同在而欢喜快乐因为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降下恩雨，充足供应我们民生的用水，让我们能够饮水思源。因着神，你是我们的生命泉源。谢谢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祈求，谢谢。主，我们纪念你是历史的主。主啊，列国的未来都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知道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时候，主，我们举起我们的手，要来为台湾祷告。主啊，你说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主啊，你说这些东西就要加给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国家所需要的。主啊，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要来认识你、敬畏你。所以这个时候，主啊，我们恭敬地恳求你来垂听众教会为这块土地的守望。主啊，使这块土地的人民，这块土地的百姓，主啊，他们的心里柔软，主啊，能够来明白你是台湾的主，你是创造他们的主。当他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主，我们就要来看见，主啊，你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主啊，行其事。我们要看见人，主啊，一波一波的回转来归向你。我们要看见台湾走向主啊，你所喜悦的命定。主耶稣，我们为了我们执政掌权的来祷告。主啊，面对主啊区域的紧张，主啊，我们知道人的智慧有限，但是主，我们要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可以超过你，因为你大过这些问题。主啊，你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你给我们困苦当水，但是主啊，你说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我们要行走在其间。主，我们要恳求你的引导，我们要恳求你的创意。主啊，我们恳求你天上的智慧，在我们国家执政掌权的首长的身上。主啊，好叫他们知道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主啊，当我们知道主啊行过这一些困难之后，主，我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你在带领我们。主啊，使我们国家的掌权的，使我们国家的人民都能够在你面前行公义、好怜悯，与你同行。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Amen。感谢主，为国家，也为我们的教会，为神的国度，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教会是上帝所设立，为要让他所创造的这些子民能够认识他，因为他的心意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怎样？万人得救。所以透过教会的人能够来寻求上帝哦。教会是谁？是你我。神透过教会让我们接触人群，透过教会就是你我为人代祷，透过教会让这个施恩的管道让人因你得福，因你我得福。所以圣灵降临充满在他的教会，就是要让人明白真理，真理要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话语，一起来。等到是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指引你们进到一切的真理中。他不凭着自己说话，而是把他所听到的告诉你们，并且要说出将来的事哦。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五旬节那一天，信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忽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仿佛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充满了他们坐着的整个屋子。他们又看见形状像火焰的舌头散开，停落在每一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开始说起别种语言来。感谢主，主耶稣应许圣灵与教会同在，真的就应许。在我们纪念圣灵降临节，就是当初五旬节，圣灵充满在一群这些的市井小民、渔夫，被看作是卑贱的，但是神就使用这些人，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当有圣灵的能力充满，也应验在初代教会，他也应许说，这个世代依然有他圣灵的同在。说起别国的话，做什么？让人听得懂真理哦。所以当我们透过不同的言语，就是要让真理能够进到人心，真理能够释放人心，使人得着自由。我们要为他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兴起教会，软弱的、灰心的，神要再次把那火热，就好像那火舌一样，要燃烧你我。所以我们借着读上帝的话语，单独会主来到他的面前，也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彼此提醒、手把手祷告所建立家庭的祭坛。家庭如果一同祷告，一同复兴，一同承受神的恩典。我们为着7月开始礼拜的更新，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调整跟配套，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透过关怀小组牧养，最重要是栽培我们许许多多的我们的信徒成为领袖。过来还有很多这些的神透过这些事工来帮助我们，能够赢得儿童、青年还有成年人。我们也为着33号的大楼，我们为着这一的大楼的属灵的环境来祷告，破除一些黑暗的权势搅扰阻碍，让上帝的话语跟他的福音能够从这边影响到整个大楼。特别感谢主，为了我们的电梯有
更新哦，那让我们真的是特别透过硬体过来，就是这个机电的测试哦。我有跟这个装修的师傅跟他聊，大概硬体它的部分1个礼拜就可以好了，但是接下来是机电是要测试哦，连接完之后那个测试到安全无虑为止。所以我们特别为了这个我心里当然想提早完工，然后，但是我相信会提早完工。哎呀，感谢主哦！不过透过这一段的时间的操练让我们真的有健康的身体包括我们有一些事工上课，有的我看今天好多这些的社区的朋友也是走到4楼了，走到几楼这样我经过我的办公室，我就加油，还有1层，还有2层不过感谢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了我们教会来守望来祷告愿主圣灵如何充满当初初代的教会，今天依然充满在迦南教会。谢谢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啊，你是我们复兴的源头，主啊，你赐下你的能力，赐下你的权柄给教会，教会把人带到神你的面前。教会人如何得着你的救恩，教会人如何来亲近你，教会人如何来敬拜你，教会人如何来祈求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装备我们自己，渴慕你的真理，真理就要使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你的救恩，真理就必使我们得着自由，真理就使我们走在你的恩典真道上面。谢谢主，谢谢主，兴起这些领袖，从儿童、青年一直到成年人，主啊，让那渴慕愿意的，可能他们自觉没有能力的，神你要加添给他们能力，你使骄傲的蒙羞，你使谦卑的能够被高举。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要奉你名来祝福你的教会，能够更新我们灵里面的更新，就带来我们很大的这样全能，来捆绑的主你要捆绑，释放的你也要释放。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父，向你献上感谢。主耶稣，你将你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我们同心合意高举耶稣的名，我们恳求圣灵在每位神儿女的心中动工，使我们的灵命日日更新。借着读经祷告，单独会主，借着迦南之声将主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借着手把手祷告手建立我们家庭的祭坛，与家人同心守望来祷告。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元首，你要在教会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恭敬将7月份开始的礼拜时间、地点、形态各样的更新，交托仰望主的带领，帮助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将各个年龄层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使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求主复兴你的工作，彰显你的荣耀，因为这是你的居所，这是你的教会。我们恭敬将小组牧养关怀以及领袖栽培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不论是基要真理的课程，圣经的线上共读，6月22到23日的转化教会7步骤的研习，都求你把永远的计划和旨意向我们开启，将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启示我们，使我们充满属天的智慧，使我们灵巧像蛇，驯养像鸽子，使我们借着周六周日的爱幸福讲座，周间的兴趣小组，以及夏令营、青年营培训讲座，能够建立你在这个地上所得着的一个身体。主耶稣，你应许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同心合意的宣告，在33号新堂这栋大楼，主耶稣，你已经胜过了死亡，你已经战胜了仇敌。这地的属灵空气要完全的转化，顺服，在主面前跪拜。心灵忧伤的人要进到这里。
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得到永恒的新生命。我们在你的面前要日日的更新而变化，如同我们的旧堂的电梯更新期间，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不便，你必保抱，你必护卫，你必保守施工期间的安全与牧者同工的体力，你必眺望我们，复兴我们，使我们行走不疲乏，奔跑不困倦。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次站立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拍手。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一起拍手。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神的膏油，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主。神，你的膏油就必膏抹在这地，膏抹在这一栋大楼，膏抹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经历到你圣灵的膏油降临充满，让我们满出喜乐来，满出盼望来，满出你的平安。愿主耶稣基督你所赐的平安充满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愿天父上帝你的慈爱，永不改变的慈爱护卫着我们，就像盾牌一样环绕保护我们。主圣灵，求你运行充满，让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你的真理，充满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起来分享福音，使这些未得之民能够因他们得福。因为我们成为你赐福的管道，是因为你圣灵的感动。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们彼此来祝福啊！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领受圣灵，请坐。